I must be dreaming， 來兩杯脫脂咖啡，來細聽哪裏最多趣味，來讓我帶着你找最美味，哪裏把味會知，將高潮生活給你。高潮生活，100種生活。歡迎收聽高潮生活，我係曉偉。距離美加墨世界盃嘅開賽呢，就仲有2個月嘅時間左右啦。呢一屆嘅世界盃呢，或者就會成為有史以嚟呢最貴嘅一屆。國際足聯啊 FIFA 咧第一次喺決賽圈呢就拉咗48隊波去參賽嘅，咁呢，即係意味住呢有更多嘅比賽、更貴嘅門飛同埋更高嘅消費啦。對於美加墨世界盃嘅收益呢，主辦方係非常之樂觀嘅。我睇咗國際足聯嘅預測，2026嘅美加墨世界盃預計將會吸引650萬嘅球迷。國際足聯嘅各項總收入將會去到至少110億美金。其中咧電視轉播費嘅收入預計係42.64億啦，營銷嘅收入咧大概係26.93億美元，招待權同埋門飛嘅銷售收入咧係30.97億美元，產品許可權嘅收入6.69億美元，而其他權益嘅收入咧係2.77億美元。而整體嘅預算呢，就比較早前37.56億美元呢削減咗成億幾嘅吓。當然啦，收穫就唔單止係屬於國際足聯一家獨大嘅。呢個組織呢，同世界貿易組織所發佈嘅一項研究就認為呢，主辦國亦將會獲得巨大嘅經濟效益。而美國我哋呢度作為最重要嘅主辦國啦，將會獲得高達大概300億美元嘅經濟效益，而實際嘅支出呢，只係111億美元。主辦方嘅預期相當之美好，不過由2025年開始嘅入境嘅門檻啦、關稅貿易政策，再到近期嘅中東衝突、油價嘅飆升，仲有嚟自國際政治同埋經濟上面嘅各類矛盾，都有可能會為呢一場天價嘅足球盛宴呢增加好多嘅不確定性。講起2026嘅世界盃咧，最令到球迷咧破防嘅，我諗就係門飛嘅價格啦。我睇到報道就話咧，國際足聯咧就宣布已經啟動咗最後一個階段嘅門飛嘅銷售。嚟自全世界嘅球迷咧就發現啦，登錄國際足協嘅購買平台要等幾個鐘，而當佢哋終於咧進入到系統嘅時候咧，個價格咧比之前出現咗好大幅度嘅上升嘅。我哋就以7月19號將會喺大都會人壽體育場進行嘅決賽為例，第一類票價嘅門飛咧已經飆升去到11,000美元啊，比起上年10月份嘅時候咧係升超過7成嘅。而其他價位嘅決賽門飛嘅價格咧亦都有所上升噶。第二類門飛而家係睇到平均價錢7,380美元，係高過上年公布嘅5,575美元嘅。第三類嘅門飛呢，現價係5,785美元，高過上年公佈時候嘅4,185美元。相比較之下呢，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嘅票價區間呢，大概喺70至到1,600美元之間，而其中決賽第一類嘅票價嘅座位價格係1,600美元左右嘅啫。面對住咁誇張嘅價錢呢，歐洲足球嘅支持者協會就同歐洲消費者組織呢非常之嬲。呢兩個團體呢已經正式向歐盟運行委員會呢提交咗訴狀，就指控國際足聯呢利用佢哋嘅壟斷實施咗激進而且具有剝削性嘅票務政策啦。而最令到啲球迷呢更加之無奈嘅升價，唔淨係指門飛嘅升價。咁之前呢，由於特朗普政府修改咗入境嘅政策啦，有50個國家或者地區嘅公民呢，喺申請商務或者旅遊簽證嚟到美國嘅時候呢，係需要提前交5,000到15,000美元嘅保證金。兒童呢係5,000蚊美金，成人呢就要1萬蚊美金以上啦。而喺呢50個國家或者地區當中呢，有5個國家呢已經獲准咗世界盃嘅參賽資格噶嘛，分別呢就係阿爾及利亞、佛得角、
塞內加爾、科特迪瓦仲有特尼斯嘅。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呢就對於呢個問題佢嘅回應就話，所有嘅申請人呢，無論你咩年齡啊，都必須要遵守相同嘅法律標準，保證佢哋獲得合法嘅簽證資格，而且係要遵守簽證嘅條款。而美國政府將會向簽證到期之前離開美國嘅人呢，會將啲保證金呢原銀奉還。我哋先唔好話呢一筆嘅保證金會唔會如期奉還啦，我相信係會嘅吓。淨係收呢個保證金嘅行為呢，都令好多嘅球迷呢喺買完飛之後準備要參加世界盃，增加咗一筆額外嘅負擔。美國嘅各州政府呢都有做嘢噶，按照慣例呢，歷屆世界盃主辦城市嘅球迷區呢，通常都會設喺大型嘅公園啦或者廣場啦，免費向公眾開放嘅。冇門飛啲球迷呢，亦都可以去嗰度睇比賽嘅。喺今年啊，新澤西賽區咧就打破咗呢一個傳統，佢哋嘅官方網站咧已經喺網上咧預售佢哋嘅鏈接。球迷公園單日嘅入場票價咧係$12.5，而新澤西州嘅參議員咧仲提議啊，計劃喺世界盃期間咧對大都會人壽體育場周邊嘅地區咧要加徵臨時嘅附加費用，包括提高3% 嘅銷售稅啦。咁佢哋嘅官員就解釋啦，我哋咁做呢係為咗要補翻呢個公共安全嘅開支，而除此之外呢，交通嘅費用呢亦都升咗噶。波士頓呢往返吉列體育場呢個亦都係世界盃嘅場地之一嘅火車飛嘅價格呢，已經由平時嘅$20呢升到去$80噶啦，升咗足足3倍。而運營方面就話啦，之前已經投入咗$3500萬呢去升級車站，而家呢亦都要填翻個氹。好啦，你話我唔搭火車嘅，我就算自己揸車前往呢，亦都逃離唔到呢個升價嘅衝擊。好似喺亞特蘭大呢，淨係小組賽嘅場地一個停車位啊，佢個費用就要$100。喺洛杉磯呢，停車嘅費用呢更加平均去到300嘅。有啲媒體就話咧，呢一屆嘅世界盃咧，可以稱之為叫做貪婪世界盃。由喐親咧都要接近$10,000嘅決賽門飛，再到美國各地咧借機場加徵稅費，抬高交通嘅費用，球迷同埋啲媒體就質疑啦，似乎各方嘅機構咧都正在利用呢場嘅大型體育賽事借機揾錢。雖然國際足聯咧同埋主辦國咧都喺度花式咁升價，以求謀取更多嘅收益。不過嚟自國際政治同埋國際貿易嘅諸多不確定因素呢，或者亦都會成為佢哋喺呢一個世界盃順利舉行嘅最大嘅障礙。今屆世界盃呢，總共有16個城市去舉辦嘅，而美國呢，作為最主要嘅主辦國，係會有11個城市參與啦。另外有5個城市呢，喺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呢個呢，原本係一場無與倫比嘅足球盛宴，而家呢，就面臨住諸多嘅不利因素啦。我睇到有啲嘅學者指出話咧，首先油價升到咁啦，會導致好多願意去到現場睇波嘅球迷人數咧會大受影響嘅。而自呢個伊朗戰爭以嚟咧，國際油價屢創新高，多次係破咗$100大關，所以油價升，自駕揸車去跨洲觀賽嘅人數亦就會受到影響啦。而同時咧，佔航空公司運營成本大概30%嘅航空燃油價格咧，預計亦都會升價，甚至乎係會 double 嘅。咁機票價格咧，亦就會水漲船高啦。唔淨止咁啊，仲有其他嘅行為咧，亦都會減少咧去到現場睇波嘅人數。比如話咧，特朗普政府咧推出咗一項全面嘅旅行禁令，禁止伊朗、海地呢啲參賽國嘅球迷咧嚟到美國度睇波。不過呢啲國家嘅球隊咧都係有賽事咧安排喺美國本土進行嘅噃。而仲有咧，之前特朗普總統咧喺格陵蘭島上邊嘅爭議性嘅言論，咁啊導致荷蘭咧有15萬人咧喺今年嘅1月咧就簽署咗一個請願書，呼籲咧荷蘭國家隊就美國激進嘅軍事干預政策去抵制呢一屆嘅世界盃嘅。而根據特朗普政府嘅大而美法案，歐洲咧多國嘅遊客用嘅旅遊授權電子系統下 ESTA 嘅申請費用咧，將會由原本嘅$21咧去翻倍去到$40。而對於冇 ESTA 資格嘅國家公民咧，旅行簽證呢啲嘅非移民簽證嘅基礎費用咧，將會由原本$160咧去上調去到$185。除咗費用增加之外，阿爾及利亞、佛德國、科特迪瓦、塞內加爾呢啲嚟到美國參賽嘅球迷咧，仲必須要交納$5000到$15,000不等嘅保證金。除咗額外增加嘅費用呢，2025年嘅世界俱樂部杯期間，美國移民同海關執法局曾經逮捕咗持有效簽證嘅遊客，亦都令到唔少嘅拉美嘅球迷呢心驚驚啊！
嗱，所有呢啲嘅不確定性呢，都將會為呢一項嘅大型體育賽事帶嚟唔少嘅影響嘅。不過就目前嚟睇啦，各類嘅費用呢升咗之後呢，球迷喺酒店預訂嘅方面呢，亦都正在係好多係取消緊嘅。喺最近呢，國際足聯喺北美多個主辦城市呢，取消咗幾千間嘅酒店預訂噃。而當中喺費城呢，就取消咗預訂嘅2000間嘅酒店客房，再較早前喺墨西哥城呢，亦都有800間嘅酒店客房遭到取消。溫哥華呢，早前呢，亦都取消咗15000間嘅訂房。簽證收緊政策可能會導致2026年美國整體嘅旅遊業會損失超過600億美元，酒店嘅入住率會下降12%。而對於世界盃呢一種嘅全球性嘅頂級賽事嚟講呢，費用嘅增加意味住觀眾嘅減少。我哋再將個時間咧撥翻去到2025年嘅11月嗰陣時，特朗普同國際足聯嘅主席恩凡蒂諾一齊喺白宮同美國嘅世界盃特別工作組咧就見面。當談及到美國將會喺2026年世界盃當中賺到幾多嘅時候呢，特朗普就話世界盃為無數嘅美國工人同埋公司會帶嚟巨大嘅經濟機遇，預計咧將會由呢一項嘅全球頂級賽事當中會賺到大概300億美元嘅收入。另外，美國亦將會新增20萬個就業職位。而隨後呢，佢就向國際足協主席恩凡蒂諾繼續講：我哋聽落呢個係一大筆錢吓，你確定啊嘛？當時呢，恩凡蒂諾就話100%確定。而家隨住各類不確定因素嘅增加，美墨加嘅世界盃係咪真係能夠舉辦成為一個空前成功嘅足球盛宴呢？都係仲要打一個大嘅問號。Now you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來兩杯脫脂咖啡，來細聽哪裏最多趣味，來讓我帶着你找最美味，哪裏怕未會知，將高潮生活給你。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Now you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高潮生活，100種生活。喺魯賓遜漂流記嘅孤島上邊呢，狩獵呢唔係一種娛樂，而係一種同死神搏鬥唯一嘅方式。當人類冇咗文明嘅庇護，回歸到最原始嘅狀態，狩獵呢就會重新成為咗我哋人最基礎嘅生存技能啦。不過呢，而家幾百年後嘅今時今日啦，我哋現代人呢唔再需要靠呢個狩獵過活啦。不過呢項古老嘅技藝呢並冇遭到唾棄嘅。淨係喺美國持有狩獵許可證嘅人數呢就超過1600萬。喺英國呢，一個狩獵季入邊被打咗嘅獵物呢，可能會去到幾百甚至過千萬隻。圍繞住狩獵嘅呢個需求呢，亦都催生咗一個高度成熟嘅產業，由迷彩裝置、防水靴到隱蔽嘅帳篷、摺疊嘅狩獵燈、熱成像嘅瞄準器啦、追蹤嘅攝像機，仲有激光嘅測距儀等等。大量嘅細分裝備呢，就構築咗一個龐大而且穩定嘅消費市場。嗱，根據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狩獵裝備同埋配件嘅市場規模呢，係嚟到253.4億美元，預計到2030年呢，將會增長去到401.6億美元，年複合增長比率呢，係達到8%嘅。不過喺呢個小眾而且隱蔽嘅市場當中呢，話俾大家聽，有一批中國嘅公司成為咗越嚟越重要嘅行業嘅參與人。一次典型嘅狩獵往往意味住會有喺森林啦、濕地啦或者山地當中長時間嘅駐紮。咁獵人首先要隱藏佢哋嘅氣味，避免呢就暴露身形。喺低溫度嘅環境入邊呢，要保持體溫，同時呢仲要維持足夠嘅舒適度。咁希望能夠應付到幾個鐘頭有時甚至乎一等就係幾日嘅呢種捕獵嘅過程。所以咧，真正構成咗狩獵消費主體嘅係一整套圍繞住生存能力嘅輔助裝備啦。有啲咩裝備呢？比如話隱蔽式帳篷啦、樹架啦、摺疊椅啦、防水裝置，仲有保暖靴、望遠鏡、backpack GPS 設備、夜視儀器等等。就算係一張凳嘅舒適度，亦都能夠決定呢一場狩獵佢體驗嘅好定係唔好。
如果我哋再仔細研究下呢啲嘅產品呢，就發現啦，佢哋本質上邊呢，亦都係戶外用品嘅延伸同埋一個變形。帳篷呢變成咗隱形帳篷，衝鋒衣呢就換上咗迷彩嘅塗裝，露營燈就加固成為咗狩獵椅，而戶外嘅用品呢，正正就係中國製造呢而家最具優勢嘅領域之一啦。嗱，呢種喺結構性嘅高度重合呢，令到狩獵嘅設備係同樣而家都係嚴重依賴緊中國嘅供應鏈嘅。喺中國嘅浙江平湖啊，一個叫做上珠體業啊，呢一間規模唔算特別大吓，唔夠100個員工嘅公司，佢手握住美國狩獵市場一個非常之關鍵嘅品類。呢間公司呢，喺2013年成立嘅，咁佢哋專門做咩呢？高端嘅狩獵嘅防水服裝，佢哋嘅產品90%呢都係出口嚟到美國嘅。嗱，喺攝水褲呢一個細分嘅品類入邊呢，就佔據住美國狩獵市場嘅30% 嘅份額，而且每一年呢係保持4到5% 嘅增長比率嘅。能夠掌控到呢一切係一項睇落好簡單，但係關乎生死嘅核心技術，就係無縫嘅縫製啦。無縫縫製呢項嘅技術呢，令到呢一間叫做上珠體育嘅公司，佢哋嘅攝水褲，就算喺2米水壓之下行走幾個鐘頭呢，你嘅身係會滴水唔入嘅。而對於經常都要浸泡喺又凍又有濕嘅呢種沼澤入邊嘅獵人嚟講呢，高效嘅防水性能幾乎就等於一個睇唔到嘅生命保護線。上珠體育呢間公司呢，當然唔係個案啦。喺中國嘅山東泰安呢，有間叫做寶文斯服裝嘅公司呢，佢哋由2007年呢就開始起家，佢專門做咩啊？狩獵服裝、滑雪服、釣魚服啊，呢啲嘅專業嘅戶外功能性嘅服裝。佢哋嘅客呢，嗱，美國有啦，加拿大有啦，歐洲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國家都係佢嘅常客。而家佢哋已經成為咗國際狩獵服裝供應鏈上邊呢非常之有份量嘅供應商。就算喺疫情衝擊之下，喺全球外貿嗰幾年唔係咁景氣嘅情況下邊呢，行業整體嘅交貨週期又長啦，啲客落訂單越嚟越保守，寶文斯嘅銷售額你知唔知啊？依然係逆勢上升，由最初嘅1000萬飆升到2022年嘅7000幾萬，而家呢更加係跨過咗億元嘅門檻。仲有中國浙江嘅太普森集團，呢間公司更加犀利啦，佢係屬於狩獵行業供應鏈嘅巨頭。呢間公司呢1991年創立，佢哋嘅產品呢包括咗戶外家私、帳篷、包袋、花園家具、漁具、打獵裝備、沙灘裝備、寵物裝備等等8大嘅系列，係全世界最大嘅戶外露營裝備嘅製造商。佢哋嘅戶外家具呢，佢哋出口已經連續10年呢，成個中國排第一㗎喇。喺今年嘅2月份啊，樂欣戶外登陸咗香港證券交易所，成為咗釣魚裝備嘅第一股。而佢哋嘅前身呢，正正就係太普森嘅釣魚裝備嘅業務板塊。喺2022年呢，完成咗重組之後呢，係獨立運營嘅。從上珠體育又好，寶文斯再到太普森集團，類似呢啲嘅公司呢，喺中國呢，一啲都唔少見嘅。佢哋往往咧唔係以一個狩獵嘅品牌去出現，但係咧係共同打造咗全球狩獵呢個產業喺背後最硬淨嘅供應鏈嘅基礎。嗱，不過咧製造能力嘅強大唔係等同我有足夠嘅市場影響力咁解噶嘛。長期以嚟咧，全球狩獵市場嘅話事權咧係始終咧喺美國同埋歐洲呢啲老牌嘅勢力當中。中國公司要做嘅咧，大多數都係利潤最薄嘅代工嘅生意。但喺歐美國家咧，狩獵咧，我哋都話啦，唔單止係一項戶外嘅運動，亦都係一個傳統嘅文化。好多個人咧，細細個就跟隨住佢哋嘅父輩，甚至乎祖輩去到森林每一個季節定期咧，亦都會跟隨住佢哋嘅長輩去打獵。佢哋用嘅可能成個家族都係同一個牌子嘅裝備去追獵嘅同樣嘅獵物，咁逐漸就形成咗帶有身份認同嘅消費方面嘅偏好啦。而呢種文化嘅黏性咧，令到新品牌進入嘅難度咧係高過好多普通嘅戶外用品噶。渠道嘅壁壘咧亦都非常之高噶。狩獵裝備咧長期要靠專業嘅零售體系，而呢啲嘅渠道咧對於品牌嘅資質認證同埋佢哋嘅體系認證行業嘅要求咧非常之高，所以新嘅一啲品牌要進入咧難度亦都係非常之大嘅。不過轉折點咧就出現喺跨境電商開始興起之後。Amazon 獨立網站再加社交媒體嘅廣告，令到好多嘅新品牌咧就繞過咗以前傳統嘅分銷體系，能夠最終直接咧去觸及到佢哋嘅消費者。
於是咧有批中國公司咧就好適時抓住咗呢個窗口啦，開始由代工生產轉向品牌嘅自己運營啦。嗱，潤源戶外咧就係其中一間公司啦。佢哋喺2006年成立，早期咧以呢種代工嘅模式咧服務海外嘅客戶，專注狩獵裝備、冰釣設備，仲有園林機械嘅領域。到2016年嘅時候咧，佢哋嘅營業收入已經超過1億，並且喺第二年咧亦都成功上市。喺2019年之後啊，潤源戶外希望擺脫呢種代工嘅模式，開始進入到跨境電商。佢哋喺 Amazon 嘅上面同埋 eBay 嘅上面咧開店，並且推出咗自己品牌嘅 Thunder Bay， 主打狩獵帳篷。嗱，而家呢個 Thunder Bay 咧喺美國嘅市場上邊咧，相信喺呢個圈內知名度亦都幾高嘅，甚至成功咧入駐咗 Walmart、Lowe's 呢啲嘅零售巨頭嘅。另外一間具有代表性嘅品牌咧就叫 TiWi， 由2017年起步，透過 Amazon 咧切入到市場。佢咧由攝水褲啦、靴呢啲嘅基礎性嘅產品開始入手，而家逐漸擴展去到專業嘅狩獵服裝、backpack 呢啲嘅品類。而家已經成為咗北美網上銷售咧非常之有影響力嘅狩獵品牌。有好多款嘅產品喺 Amazon 嘅上邊每月係賣超過500件嘅。不過有意思，TiWi 咧喺品牌故事嘅講述上邊咧有一種本土化嘅偽裝。嗱，因為佢哋嘅母公司咧係中國企業叫做華清科技，但係對外咧係一度咧包裝成為係由2位嘅美國狩獵愛好者所創立嘅品牌。呢個亦都反映出啦，狩獵行業咧的確係有好強嘅封閉屬性，消費者更加願意相信咧有本土背景所創立嘅品牌。嗱，再講到服裝啊、帳篷啊呢啲嘅產品咧，係屬於傳統戶外用品嘅延伸範疇啊嘛。近呢幾年咧，增長最快嘅狩獵品類咧，係集中喺消費電子呢個領域。想要成為成功嘅狩獵獵人咧，一定要知道獵物幾時出現呢？行邊條路經過呢？係咪已經進入到我哋嘅射程範圍呢？嗱，呢啲嘅需求咧，狩獵追蹤嘅相機、夜視儀器、熱成像設備、激光嘅測距儀呢啲嘅電子產品咧，就成為咗標準配置啦。所以狩獵亦就逐漸變成咗感知能力上面嘅競爭。最典型嘅產品咧，包括咗狩獵追蹤相機。呢類設備通常會固定喺個樹林或者野外路徑嘅附近。當傳感器檢測到有動物靠近活動，佢會自動影相錄製呢個視頻，並且透過無線網絡咧送到去獵人嘅手機上邊，令到獵人咧遠程就能夠掌握獵物嘅活動規律啦。其中咧 GuardiPro 咧係近年成長最快嘅狩獵相機品牌，佢哋嘅母公司係深圳高迪數碼，喺2005年成立。佢哋專門咧去做呢個數碼影像產品，喺2016年推出咗呢一款嘅 GuardiPro，正式進入咗狩獵追蹤相機嘅市場，以高性價比咧精準咁打入咗北美嘅網上銷售渠道，迅速咧係受到歡迎嘅。喺今年3月份GuardiPro 咧發佈咗 Link 1.0系統，成為咗全球第一款能夠實現3000英尺遠距離無線傳輸嘅狩獵追蹤相機，仲要一舉突破咗傳統 WiFi 傳輸距離嘅樽頸。而家咧 GuardiPro 嘅產品已經覆蓋全世界120幾個國家，累計用家超過咗800萬。除咗 GuardiPro 之外，仲有 CamPark 仲有 ToGuard 等等呢啲嘅深圳品牌，亦都參與競爭。背靠住深圳成熟而且高效嘅電子供應鏈啦，呢啲嘅品牌呢，多數係以性價比快速咁打開市場缺口。而家已經合計佔據全球中低端狩獵追蹤相機半數以上嘅份額㗎啦。如果話狩獵追蹤相機係遠程嘅偵察兵，令到獵人呢能夠隔空發現獵物嘅行蹤，咁夜視儀器同埋熱成像設備就係獵人裝上咗一對能夠睇穿黑夜嘅眼睛啦。呢個亦都令到狩獵嘅邊界開始由白天呢延伸去到夜晚。好多嘅野生動物，例如野豬啦、狼啦，佢哋原本更加傾向於夜間活動。但係以前咧受光照條件限制，夜間狩獵咧難度極高，而隨住夜視同埋紅外成像技術嘅成本下降，而家越嚟越多嘅獵人咧開始配備專業嘅夜間觀測設備啦。喺呢個領域咧，中國公司嘅優勢更加之明顯啦。中國喺光電設備領域過去呢10幾年咧，由於佢深厚嘅技術嘅日出，所以喺傳感器紅外探測器、ISP 嘅圖像算法等核心技術，早已經喺呢個安全防控、工業檢測呢啲大規模嘅應用場景入邊咧越發成熟，成本亦都不斷咁攤薄，最終咧就外溢去到個人嘅消費市場啦。而海康微影呢，就係呢一個典型嘅公司代表啦。呢間公司呢2016年成立，佢哋主營嘅係成像瞄準器同埋夜視儀器。
憑借住佢哋母公司海康威視嘅技術積澱，海康微影呢就將熱成像設備嘅價格呢直接呢係打到$1000以下嘅區間，直接係衝擊咗長期以嚟由歐美把持嘅高端狩獵光學產品嘅市場。嗱，呢個令到海康微影嘅戶外市場嘅份額呢一路飆升。喺2024年5月嘅時候，佢哋整體嘅市場份額已經達到35%，成為咗全世界市場份額第一嘅熱成像產品品牌。數據顯示咧，2025年嘅上半年海康微影嘅營業收入大概係18.3億美元，同比增加咗9.73%。而仲有深圳普雷德科技亦都係一間唔睇少得嘅公司。佢哋間公司咧成立時間2017年，係專門咧去經營呢個夜視儀器同埋熱成像設備嘅。佢哋最大特點係咩呢？性價比冇得頂。部分嘅夜視產品價格咧能夠去到600至到1500美元之間。呢個咧係好明顯係低過歐美同類產品嘅價錢嘅，而成為咗好多獵人佢哋入門設備嘅首選。而家咧佢哋嘅產品咧已經係賣到去100幾個國家同埋地區，每年嘅銷售額係超過3億嘅。隨住越嚟越多電子設備成為咗標準配置，狩獵嘅方式咧亦就開始重新被定義啦。而當競爭嘅關鍵變量由服裝去到帳篷轉向咗傳感器同埋演算法，所以又見到而家好多中國公司咧，亦將佢哋嘅產業鏈嘅邊緣慢慢咧就向住呢個行業當中更加核心位置去靠近啦。想重聽更多過往節目內容，或想將你喜歡嘅內容分享俾朋友，只需要喺你任何目前使用中嘅 Podcast 播客嘅應用程式搜索關注 Go 潮生活。多謝收聽，我哋下期內容再見。